我们林监事长以及我们即将接任的陈世修总会长，各位名誉总会长、名誉监事长 ，our distinguished guests，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我们36届台北州台湾商会文化总会有一个 happy ending， 所以这个晚宴，一方面是要感谢我们所有北美府各位乡亲长期以来对于台美关系、台加关系积极的促进，同时我也要特别感谢我们这一届江总会长所带领的团队，可以说用尽所有的力量来安排这一次第3次女监事会的活动。不单单如此，我想今年我们在跟赖总统见面的时候，除了我们特别讲到后母之女，见了超过50位的国会议员，赖总统马上讲了一句说，他下一次提名100个。师兄也听到了，有，所以师兄呢就诚惶诚恐他都觉得说这个挑战呢，虽然有点艰巨，但是我相信有北美总全体会员、理监事，还有我们这么多名誉理事长、监事长，大家的集体努力，我认为这个目标呢是可以达成的。有信心要鼓掌啊！那你们都没有鼓掌的粉丝有信心要怎么行呢？而且不是只有在 capital 的华府的 capital， 同时要在 Ottawa， 一样我们在加拿大 Ottawa 也要有后门之女。今年见到了凤梨贸易部的部长，那么我们也期待未来有除了国会，我们有更多官员的这个拜会，也能够进一步来沟通。那我最高兴的是我们台北贸易倡议已经进入了第2阶段的谈判，那同时我们周边贸易的这个双重课税问题也最到最后一里路了。如果我没有了解错的话，拜登应该已经想好了，只是还没有发布我们很期待，真的很期待这个双重课税可以尽早开始实施，那是对我们很多的台美交易的这个关系呢，一定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尤其近年来，台湾到美国的投资案可以说一个很大。那在这样的一个发展当中，我们也非常的乐观其成。那么很需要我们在座所有的北美总的朋友一起来带动这样的一个力量。那今天我们不只是北美总，我们还有欧总，还有亚总，还有这个大洋洲这个熊强生也代表一起，熊强生是我们向下届的室友后任总会长。那我们吴光仪是马上在9月呢要跟我们30届的李天熙总会长进行交接，但是今晚是属于江俊麟36届总会长的所以我们再一次用热情掌声来感谢俊麟。这个掌声等一下我知道你们都很会唱歌所以呢大家尽量要到舞台上来高歌一曲。那现场呢，我也知道有很多歌舞非常豪迈的朋友，不知道今天我们侨委会有没有准备足够的曲如果没有，是好，这个侨委会是大家喝的所以呢，大家今天晚上一定要尽兴。除了酒要喝的尽兴，歌也要唱的尽兴明天起来呢，就是我们37届第1次的女监事会。那么所以在这边要再一次的感谢各位在这边大家努力跟成就，再一次的祝福大家在未来的旅途当中都能够非常的顺利圆满愉快。那么同时呢，也祝福大家的事业发展蒸蒸日上明年除了多运动来希望大家呢可以持续的把我们的力量台湾陪伴我们的力量继续分享到世界各个角落。再一次的感谢大家。
大家很多事情啊，要知道这个讲的很重要的讲，它其实我们有很多学习上，那什么都会是一个内容学这样，什么都会可以上来准备来学习。OK， 我们现在先我们很辛苦，花了很多钱，你要叫大哥，我要说大哥就是小弟弟，所以你们现在需要什么，你可以跟他讲，他看在别人身上在身上，多少钱就跟他讲就好。那么现在，所有你们准备会怎么将近你现场的情况？我知道我自己之前都是出题，今天这个字题是我最后的一字词，之前总共准备了11个字词，今天之后呢我就结束了。我们世界名誉总会长们，然后还有我们北美洲名誉总会长们，系总的名誉监事长，北美洲的名誉监事长，还有来自北美的监事们，北美的好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好。首先呢，我要特别感谢徐委员长。因为有他的支持，新会长的妈妈的支持，我们今天的晚宴才能顺利的举行。徐委员长对我们大家呢，这个大家可能一直都很关心。每次来纽约呢，他都一直了解我们台商的状况，这真的让人感到很温暖。徐委员的努力不仅在支持我们的活动上，他在推广台湾的文化，深入了解协助各地区商会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这对我们年轻一代的更了解台湾建立了认同感，更团结了我们北美台商一起为商会台湾贡献，非常重要。此外，徐委员长还鼓励我们台湾和北美的优秀青年互相交流和学习，这对于我们在海外的台湾人来说呢，尤其是我们下一代是非常重要的。它让我们年轻人呢有更多的机会了解他们的根跟文化，也加强了我们海外台湾人的身份的认同与台湾的联系。我也要特别感谢我们的委员长，他一直四处奔走，来美国、加拿大、纽约不知道多少次了，每一次都那么关心我们的台商的需要和状况，他这份的努力和关怀，对我们台商真的是很大的支持和鼓励。在这里，我们再次给我们的委员长掌声，感谢他的贡献和努力。然后呢，在我最后的致辞结束以前，真的最后一次，那我还要再讲一次，我要先书写的那个可怕，如果来听你的话太厚了。反正怎么讲，北美洲的队伍雄壮威，北美洲的师生响彻云霄。对，看完了。然后北美洲站，北美洲站，北美洲站。好，开始。带动我们原厂的心情很高兴，我们的习妈妈我们讲。这我们是因为他刚刚讲的太多好话，我们在场人，我是真的知道我们北美洲的队伍雄壮威武，北美洲的歌声响彻云霄，北美洲在，北美洲在，北美洲在，哦，非常棒，刚刚只是你拍手而已。再一次，北美洲的队伍雄壮威武。北美洲在，北美洲在。
有天熙这个李会长，以及来自德国的我们世界台湾商会的监事长，各位在座的每一位好朋友，各位先请到后面的好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天很高兴，非常的荣幸，也非常的骄傲，再次说一次，我是第36届美女级台湾商会联合总会的监事长。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有一个非常英明的总会长张总会长及他的非常strong的一个团队。为什么呢？我们在1月就在台北的万华，也已经请到我们的西藏委的赖总统以及肖总统来到我们现场然后3月就做客委之旅，然后更不简单的是，我们的520能够受邀参加这个总统的庆典，然后也到台南参加这个总统就职的晚宴这个都是我们非常骄傲的地方。那在这个100年当中呢，我们江总会长及团队还是很努力的安排，在没有几天的第5天，在5月24号，我们就在我们徐委员的这个带领之下去拜会我们总统府，由我们赖总统亲自接见，是我们非常的 proud。然后呢，我们江总会长呢接受了总统府发出来的第1条美丽的领带，对不对？然后呢，我是最幸运，我也接受了总统府发出来第1条丝巾，非常非常的漂亮我真的很希望大家都在场然后呢，接下来就是我们这个委员长也很辛苦的带了我们拜会了行政院然后外交部、交通部police 这个我们侨委员会最后去到哪里，我们都是第1个海外的侨团体，真的很不简单。但都怕第1名对吧？我们刚才讲的是走第1名的所以我非常的我非常非常的感谢我在今年里面呢跟着江总会长参加了这么多很有意义的活动那我借这个机会，我要跟所有的女士们，所有的在座我们的北美的先进大佬们，以及我们所有的贵宾们，我在这边一定要好好谢谢大家这1年来对我的支持以及爱护，非常非常感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好，谢谢。所有演讲非常好，我想他们跟我们相对跟其他计划还很不错今天大家都是本来大家都是真的养对说瞎话，但是我们今天都是真的养对说真话，所以讲我们讲好是真的，说我们会讲还是真的。现在呢，请你去跟我简短的讲几句话不好意思来这种情况也不让你讲，不好意思有很多人可能叫你如果再交下去的话，你们就会骂我说我希望可能对这个还叫那个人讲话，细多讲一句好不好？不要快校园为了节省时间，各位在座的长官、院长官、开会，亲爱的我们北美兄弟姐妹们，大家晚安，大家好。刚刚有的slogan被媒体说用掉了，不过这个slogan真的很适合，不过还不够标准。等一下我会带各位再喊一次给你们，好不好？好。要知道我今天晚上来讲的是，
25、26、27、28，回到我们美丽的宝岛台湾，在高雄举行我们第30届第3次火箭盛会。那我要交给谁呢？还是交给北美洲我们吴光仪董事长。所以各位，9月25号一定要回台湾。台湾是我们的家乡，我们可爱的领导者，而且我们的第31届的展会长又是北美洲的前辈大佬，所以大家一定要接受我们诚恳的邀请。大家们好不好？好。我接下来刚才就为止，我不要让时间太久，他们一起。这一杯酒真的喝下去。来，各位听我的slogan好不好？北美洲的队伍，委员长的歌声，郑经理，北美洲的郑经理，谢谢你，谢谢你，希望谢谢。OK， 虽然楼下很漂亮、很好吃的园长，你要请专家，把张继明交给陈世轩，林翠玲交给周时芬，等一下你们准备好，好不好？谢谢。现在不要跑西沟了，西沟台湾的收价很高了啊！现在我们跟市场来帮我们骑妈妈的原厂上来先销哦，谢谢。这个是黄金，这黄金咒语。OK， 好，谢谢。我们现在换监事长。
好，谢谢谢谢。我们现在还原场也不能走了，你还有很多任务，可能是上节目下，我刚才不好意思给你4个月，今天参观以上不知道。我们现在原场要先感谢上给我们将近一个。后传，另外股后传给出信息哈，来，抛弃也好，我们恭喜江志明多加一，感谢你多期你做的非常好的。OK。后传后传就是重担是在你的身上做的好不好，我肯定会跟你说这下标线也不要普遍来，OK，多加陈志修多加来林翠莹。来后传30趴。对不起他也有我平时上说的。OK， 谢谢。OK， 好，谢谢你。OK， 他已经上来了这一次我们做了联感的成功有很多人来帮忙，我们有很多奖状130份，但是100人是130份收里面是这样子。我们要请我们总会会长将近5年以前来颁130份奖状，说你慢慢吃得到你还吃完。但是没有，我们将近的时候他很聪明他跟你有他讲的。刚刚我们开会的时候我讲过我这一次真的很幸运，有很多的好朋友在报名，那我们放了一个讲出来，但是所以说我们这一届呢，我准备了总共130多份的感谢状，可是问题是时间有限，我们如果第一个颁发感谢状的话，我们讲话我得跑到很多公司来，所以我就在这里呢，跟我所有支持我这一届的我们3位的好朋友，招商的好朋友们，我们副会长们。后门之旅的所有的我的那个团员们我们加拿大后门看好后门之旅的伙伴们，然后所有工作委员会的主委们，我谢谢你们，拜托大家帮我给他们一个鼓励好不好？谢谢。那我们接下来呢会有我们的司仪呢，帮我们把所有的这些所有的名字都念出来。那他叫到你的名字之后呢，请你到这边来领我的奖状。那这份奖状呢，我们用最快的时间拍呢，唯一的办法，我们就请一位我们的很资深的长辈来接受这一份感谢状。那我们有请我们胡主光医师来代表大家接受这份奖状，好不好？那大家都知道，我们成就会董事长走出去的，他跟我们胡医师两个人那个对后门之旅他们的贡献，大家都有目共睹。麻烦一下给卢主光先希望走过去那所以不怕，但是我们都是菜籽我们因为你的地方太小我们岛太小了，所以没有办法摆得很宽敞，没有办法像西方餐饮那么宽敞，所以不好意思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我亲
机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哦。北美洲台湾商会联合总会感谢吴祖瓜医师担任北美洲台湾商会联合总会第36届华府扣遗之旅代表，仅以此状以表谢忱。总会长江俊仁。好，现在我们为了要不小众的人啊，念到已经只想到3天来了，在这边的话，因为我们到我们这一个这样子，那么到时候另外一个就是会场另外一个，这一次没有关系了，这里要开心了，今年会开心的，24天了，另外代表我不知道你们同不同意啊？然后我们副总会长就我们参加了以后，我们秘书长手上代表也会讲上话。请我们的秘书长手上我先生。所以我要给他的感谢他，我领导我。还有一个幕后的歌手，他不好意思讲，我们很多很漂亮的消息，比相信你长得更漂亮，我相信有人能消息，到他家里面来，旁边来就是做很多宣传，还要我们真的是只剩一秒。所以我只在这边感谢他一下，他是幕后的同学，从台湾刚刚说，他在江宁区，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大家。妹妹刚才不够她室友了，开玩笑，她是因为明天聚会，刚才现在被认到名字了哈，请。这一次不好意思来不及跟抗击了，明年我们这次就没有抗击，或者是跟抗击谢谢你先念，大家一定要吃啊，这个礼拜啊。北美洲台湾商会联合总会第36届副总会长吴正熙、李梦洁、卢建超、吴信贤、王嘉玲、欧妙凤、卢曼晶、陈佳琪、季华鹏、曹淑荣、吴宣荣、郑吉成、王少全、王若依、陈启根、傅长聪、梁桂台、陈小华、张家洲、李昌伟、许志远、及白月珠。
郭静茹、林翠云、吴碧昌、杨佩清、吴威玲、古祖光、古任曼丽、陈世修、钟开瑞、陈文山、曹明宗、王嘉玲、卢曼金、郑吉成、蔡清辉、庄正辉、陈秋桂、周金浩、李厚敏、王若依、张新珠、陈启根、李旭东、谢振宽、陈义茂、张瑞斌、许志远、白月珠及王瑞浩。谢谢你的照片跟 video， 从来没有拍过这么美。北美洲台湾商会联合总会第36届加拿大后门之旅，陈义茂、许志远、刘志坤、吴丽珍、林大成、王美琴、蔡安慧、李嘉信、陈淑美、曾峰慧、许恩婷、李昌伟、潘超庆、罗元宏、王医师、曾文英、陈慧芳及张雅玲。谢谢以上各位代表。乖乖的来。北美洲台湾商会联合总会第36届干部及委员名单。秘书长许寿仁，副秘书长许嘉诚，财务长白玉清，科技长傅长忠，辅导总会长吴东升，主任委员魏时中，主任委员陈义茂，外交联谊委员主任委员陈义茂，外交联谊委员主任委员白月珠，外交联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曹明忠，外交联谊委员会顾问陈秋慧，法规委员会主委陈世修，选举委员会主委孔庆超，会员审查委员会主委林丽娥，社群媒体及网页资讯委员会主委许志远，社群媒体及网页资讯委员会主委刘雅薇，社群媒体及网页咨询委员会顾问张奇伟，青少辅导委员会主委卢曼基，美国商务商机委员会主委白月珠，美国商务商机委员会主委汪俊宇，加拿大商务商机委员会主委钟文全，加拿大商务商机委员会主委吴丽珍，环球商务商机委员会主委陈启根，历史文献资料委员会主委林
们知名，那我带他们带北美的整个对 AIT， 我带这个。会员联谊委员会主委钟开瑞，会员福利委员会主委张淑芬。新会员会长委员会主委陈慧玲，台湾事务委员会主委梁美珠，台湾事务委员会副主委张瑞英，地产投资委员会主委洪一兰，地产投资委员会副主委王博胜，地产投资委员会副主委林杰光。地产投资委员会副主委蔡瑞生，地产投资委员会副主委陈素琴，运动委员会主委吴志能，北美台商业化委员会主委陈庆恩， WHO 委员会主委张新珠，妇女工作委员会主委郭静茹。妇女工作委员会主委廖如萍，公共关系地区社会发展委员会主委杨慧清，公共关系地区社会发展委员会副主委吴威明，台美政府关系委员会主委钟正辉，市场行销委员会主委王若一，台美美食观光旅游推广委员会主委陈文山，台美美食观光旅游推广委员会主委李金彪，秘书处执行秘书蒋德敏，以及秘书处执行秘书柯宇倩。感谢以上干部及主委，谢谢。Everyone 啊，去，开始啊。以后要抢下。对呀，哎，360度会不会？他有一个那个加拿大那个 Tony 好像，他有一个媒体学委员会练习。对啦，这个360度，我说话知道只有他。真的啊，我记得我要滑雪啊，太多的人，我在我前面帮我拍啊，我现场再撞进去啊，对，手拿着拍啊，对啊。参会
下班了，下班了。没有，这个在台湾做的。再可能的话嘛。开开的吗？更确定他也要做主席啊，你们看他不要，反正几个照片应该是音频不搞的啊，所以讲开口一起说的啊，他不来随便说随便随便就你看他也说，他只会改一改变了，他还点了一改变了啊，我们是个没有进步的，不好意思，不会想到。一下不要非洲的宪法，他宪法，他是每一个人都要 best 来support他。那我现在说你的传统到这里，还有我们受到现在很大的压力，他还会来支持我们的中国，好不好？那一句宪法，不要放来一周一周的宪法支持啊！来，大家 cheers， 动算，齐立文。刚才七哥在讲啊，他没有听到为什么？你知道我们的江会长啊，他的副手他的责任是什么？你知道吗？他只有奖励出去外面乱谈生意而已，什么工作都是他老婆做。他老婆他受他的那一代怎么那么瘦？你看到没有？没有当时给他吃一个这样最细的。没有，其实他为了保持生活，所以会长，你应该带你的老婆，因为你做那么多了，今天让你风光，大家都要跟你请上，跟你表示对太太表示感谢啊。哦，对，他太太比他老公离婚，一起可以喝一瓶，没问题 ，OK。这期的等一下你可以反映一下啊。我负责花钱很辛苦的地方。来，喝一下杯酒，来重新一下啊，加杯酒，OK， 啪啪亲嘴，亲嘴，来。
可以先这样的，还能吃到有当兵很简单一点啊。菜已经下完了，那个记住不要在水深上去了。OK， 出来后呢，小出来有服务员。刚才我们的长官在讲话说声势也很大，虽然你可以大声讲，等一下我们那块说话请你小声一点啊，多下一，哎。好，那个下场的话往上排再给我最后2个小时就好了，好不好？我们今天呢，我们总会长呢，帮我们安排一个非常棒的表演节目。待会呢，要有刚才讲他们8点要上来表演哈。那我们要8点表演之前，有什么伟大的看到我们的妈妈？我们的妈妈呢？哦，妈妈在敬酒了啦。我想我们等一下这个休息，我妈妈先上来唱歌，好不好？来，因为我跟大家讲，待会的表演节目是很棒，绝对没有妈上来的。所以呢，我刚才偷偷说一下，这个是我们大学的谢谢，谢谢我们许部长。
那老鼠他也讲得漂亮，他以国语英文还有什么？还有好几个啊，他好几潇洒，就是很会讲话，跟他们一样。啊，我先讲一下哦，你可以叫我徐小姐，你也可以叫我徐妈妈，因为他这样的话很什么？我们中华民国台湾呢是一个非常幸福的国家。在2005年呢，我们的法律就已经通过，子女出生的时候，父母可以约定，孩子要姓爸爸的姓，孩子要姓妈妈的姓，都可以。18岁成年的时候，小孩子可以自己再决定一次。所以个人生呢可以打一次姓，但是一次可以打3次。那这个就是我们给大家的一些进步的法律观念。所以呢，叫我徐妈妈也对，叫我徐小姐也对，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讲错，只要记得是徐这样就可以了啊。谢谢徐小妹。OK， 一年呢，不能不要去花那边有没道理。没有，没问题，没有问题的。好，这里是吧？不好吃的是，你看他懂那什么，他不是怎么吃的，来，我们先欢迎我们有位歌王金声鹏。谢谢大家的掌声，谢谢。这首《未央歌》，谢谢。
9113，那总会长好了。我们总会长都深藏不露啊，他真的是很会唱歌的，但是呢，他好不容易被我们捧出来唱歌，他现在非常的棒，好不好？让他的合音开始谢谢大家，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谢谢。一分歹势，讲话无算话。你一个轮回，真心做啥货？你看伊出啥天？是咱的缘已做成，像伊是哪天？让感想
节目会在8点开始哈，那先大家用一点尽情享乐。